从今继续来看，有一个男性的网红叫做九妹，伊开伫新北市新庄的二手车行，昨暗互被恶煞劫跑啊！现场是龙岩线无变叫，这3点真久，警方就抓到主嫌。嫌犯讲，2个月前，伊来买进口车，头期款是3万，其他想要来贷款，但是业务甲拒绝，伊真无欢喜，才会带人来劫跑啊！这个九妹的合伙人是出面来回应，讲伊有问过九妹，因2个人包括着业务在内，拢无甲人结冤仇，而且这间车行才拄开无偌久，因怀疑这嫌犯的动机无单纯。穿乌衫的查某人手举冲天炮，对车行的大门一直射，瞬间有红色、青色的火，共党的固伫涂骹，用来达将桶底炮啊一个点，青色烟雾含这炮啊冲悬，变叫，要民众骑脚踏车经过时拢惊一条。受害头家真有来历，伊是出名 YouTuber 九妹，伊的股东亲身将你这个代志提出说明。就在楼下方，因为我在楼上听到乒乒乓乓嘛，那我就走下来楼梯看。那看到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放鞭炮嘛，那这个时候我就下来，那看到之后我就走上，因为小朋友在楼上，然后我上去把门关起来，就报警。有的是引擎盖，有的是这里。代志发生伫新北新庄的新树路，昨暝9点半，九妹的车行门口一台进口的轿车，钣金已经冒起啊。其实没有他也不知道啊。我第一时间我就问他说：“你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？”他说也没有啊。那像我这边，我就问我们所有人，大家都说不会啊，保时捷啊，然后 BMW、宾士，然后悍马有点受损这样子。金额？对，金额估计起来，你几十万可能上百万都会有。18岁涉案的主嫌，甲警方讲，2个月前看到这个网红九妹车行伫网络顶卖进口车，伊想要贷款买车，因过头期款干那3万尔。车行员工发现讲，伊无正当的头路，无要卖伊，嫌犯就上去找7个共党的来放炮啊，较无3点钟就互掠去啊。九妹的股东表示讲，车行新的店址4月7才开幕尔，业务从头至尾无甲对方直接，所以讲嫌犯是自导自演，调监要找麻烦，还怪警方唔敢大意，要继续追查，就惊讲这个案情并不单纯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